哟，烫到得了！哎呀，看看个谁搞完了还，好了还，现在一个人吃没劲。哎呦，搿说法也人就搿样下面呢，一杯点肥一个2杯，侪是搿个3公斤，看起多大份口径。我发现上趟搿碗面了，搭苏州有物资商店，推班子10万10千里，实际上只有11万。还搭个青头子4块1只，像是刚吃个商店满店随便哪不能冒着。现在辰光还在，先去看看2个干花子那只烧，因为我搭里都是同一书高的人。虽然屋里向我有只上海娃娃，但是灵魂是差不多。你怎么还坐在这里啊？你热不热啊？我们也住房啊。那你洗脸刷牙呢？从来不洗脸也不刷牙，拉屎拉尿都拉在身上。你有没有子女？没有。你慢慢休息吧，我先走了啊，有缘再见啊，拜拜。据高老人讲是上海著名的丁字头，但是啥个情况嘛，只有你自家晓得。2次来上海，牛天马把虽然事体办成功，但别个碰上搿样一个黑总监，不但负责任，而且态度极度恶劣。现在你随带你个烂空去看看，上海专来中心单车。哎呦，感觉得啦，啊是个黑总监辣里向办公的。沿安中路向东北方向出发，是离开安达700多米的一条线路当中。南京西路安乐坊1100年居弄14案，看来为了前头，总算寻着在海坤英仕70金服务有限公司，就是埃个地方，拿我从百忙当中第2次坑到上海来。作为一人忙下头专业代办签证的公司，竟然不晓得邀请我啥个角色，银行类似最关键的内容是啥？今朝如果旁边没招商银行，我为了第3次来上海，有种人讲在。但买每个手镯啊，400卷存款你太不能违法了。闲话不能挨上讲，全中国只有北京、广州、上海3个地方可以办申根签证。如果我是安徽、山东、江苏赶得来，工作人员轻飘飘的一句：“阿拉同地退不侬，来回落地也不够。”这还讲我外国了一间住了离上海最近的城市，400卷人给我到上海来回7趟，出6皮好车还16趟，托住埃家公司的福。黑总监出来，现在我也带美业里去着。与上海粉丝提醒我，难一寻个人可以带派出所去问问，所以我现在随去碰碰外国头，这下太可惜。好，总算问到这，现在要回头路再走去。刚才热死热，这次菊花冤枉了哇！派出所分单，国际饭店单子，搿场店人排队往后头送。想着1年多做生意，我今朝还是搿里向的一员，自家觉着嗨死。看看了派出所单子，现在拍图单进去一趟，门口在一委托律师来寻的。一桩事体讲着让我转去动动脑筋看，这业余一线希望，谁也试一试。接下来我要到南京路那个沈大人去买双娘头子。上海粉丝讲，阿拉南京东路沈大人的双娘头子好是好吃得了一天世界。拿苏州的高一比，简直就是烂泥。面红更正的沈大人单子，姓氏一包青年，双娘头子4块5角洋钿一张。管理来啊来着，跑一记单，谁当光子园白相一圈。啊，搿么4只双娘头，1道中正中正，外头还有腰丝的。